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欢迎我是邱美俊。我俩行到只感恩人地位都叫做新竹的奖励啦哈，然后系新品种的那种鸡肉棒的感恩。不过到奖励种最多的并唔系鸡肉棒啊，系海蛎感。咁新竹人到全台湾省打头名系乜嘢呢？系铜啊铜甲哈，佢种是面积很个产量到全台湾打头名啦哈。新竹嗰种嘅感恩嘅故乡，唔单止系俩铜甲啦海蛎甜甜咯，佢还有当到新品种嘅种嘅感恩啦哈。到俩感恩嘅故乡地位度呢，你种俩感恩嘅农民啊，从务做了10年，跳那么拍体咧，就传到千毛。韩国今年系有台风树嘅年，那风树年地位度，佢哋面对用乜嘢困难呢？像等下行到你奖励票农民时事面头前，堂你财体中咁樣嘅提高，能講佢哋心上係乜嘅？然後強烈政府單位嘅主管嘅相關嘅人呢，共同來想辦法，也強烈關心。好，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獎勵向農會嘅種農民市集啦、工廠啦，可能你鄉親咯。不過講到你獎勵係你全台灣海蛎感生產最多嘅地方，然後新竹嘅銅感，然後係全台灣生產最多嘅地方。兩項都係台灣打頭名嘅，所以可能你鄉親朋友大家笑眯眯的哈，笑眯眯啦哈，當歡喜。好，今日當個問題。馬上去討論，讓พี่文紹介現場來賓。其實係農委會農糧署北區分署長嘅分署長蘇忠正蘇分署長，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新年快樂。好，新年快樂。首先為您紹介聽嘅來賓係你新竹市人嘅立法委員林偉柱，林委員你好。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好，希望你。再來係新竹人政府農業處農糧科嘅科長黃怡娟黃科長，你好。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好。講到海蛎感，冇人比佢還拿沙皮嘅，係你獎勵向農會總幹事林冠霖，林總幹事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哈！好。好，我想先請教我們現場嘅來賓一個問題。要去市場上挑橘子、買橘子，快問快答。你覺得最重要的重點，只講一個就好。分署長，我會嘗試摸它有沒有水。有沒有水，摸就摸得出來哈。那委員，我咪強調哦，我希望哦，我還有水嘅哦，所以我嘅重量，哈。哦，掂一掂重量，好，衝上兩百斤。哦，好。我會問店家，是不是新竹縣的柑橘？哦，支持全力無限期支持新竹係咁啊！係咪新竹？係新竹是賣死超咧。好，總幹事。當初就喊你們店家講，你係獎勵嘅海蛎感嗎？哎呦，哎呀，挺自信嘅，來睇過，來。而家托感啊，睇下你時間，有人講係咩啊，有人講係去前下，要衝上200斤，有人講係托新竹嘅，有人講係托獎勵嘅，到底托感啊200斤托？外觀係冇重要啦嚇，那都要外表不重要哈。那都要手摸到要有呆呆的手要摸呆呆的。哦，所以你要從兩樣去，你要按粗皮摸繞緊。粗皮係要下噴皮啦。哦，下噴皮。好。顯自需啊，兩種啊。兩種係啊，好啦。你係燕陽係啊，好新品種嘅啦，好。我等下嚟請你嘅時間來賓是你燕陽新品種嘅感恩。記得持續嘅時間你看讓片，到底新竹係講感恩嘅故鄉，然後名稱係用把你打出來嘅。過去貴草山呢，都係咁嘅先咧，一點一點見到為咁嘅太出嘅時期，北埔其中一個主要產區新竹縣都係安尼嘅景象。永林寶山糯米一個鄉鎮都有種咁嘅，其中糯米嘅銅感、韓國永林嘅海蛎產量同種嘅面積都係全台灣前多位。嘅銅感係全台灣一定多，銅感以前糯米也千多。大概50年前，我們嘅銅感是有名，加有出口到呢邊。種植
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这边是属于砾石土，人家就说是石头山呐，就是石头很多。但是因为海梨柑它需要一个排水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来做种植，它才有办法的品质才会很好。然后树枝哦。一粒有盐有饱满的海梨，也对30公尺嘅后生农民林胜峰来讲，唔但唱係舒適嘅歡喜，還加係支持佢繼續種咁嘅熱動力。就算可以得唔係一獎，唔過失去得絕對安心。也係佢8年前就被家家公益咁嘅研究後，一直堅持嘅想法。草多也是加上它的生態會比較豐富，對病蟲害來說，它也會比較好，比較少，因為有這些草那些益蟲的地方躲，不用殺草，其實真的是對品質整個環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现在消费者很挑，你知道？我也一样啊。品质太唔好，唔香哦，唔是买。因為咧係在海梨嘅時期，未係農民起毛汗嘅時節，有時節還會一副抗議強下嚟做，就冇有2公婆種嘅2甲班嘅減嘅，一年也冇一去上班嘅，就存幾2、3年啲嘅雜減嘅。我都市民也是開始在有了動作嘅，個半夜班過後是有一兩條啊做嘅啦，該做減哦，該開始有差唔多1、2禮拜。新種嘅減嘅年產量超過4萬公噸，唔但將產量多，種類未當多，社區內水又多又甜，品質一定佔，還加有減嘅故鄉暗好釀生。好，睇下一個細細嘅嗰種遊戲啦嚇，腦胖一下啦，嚇是講，你啊真緊嘅強啉嘅聖山嘅柑啊嚇，雖然唔係海梨柑，不過你啊新品種嘅，係大家本期200分甚至超過200分安好嘅成績，真緊柑嘅故鄉係非常好嘅名聲啦，所以睇下是係燕陽係新嘅品種，你看下新種嘅柑就耐掉啦嚇，你係大體就像海梨柑啊、柳丁啊、滂柑啊、帝王柑、銅柑啊、銅耳啦嚇、蜜橙啊、砂糖柑等等，還有苗谷啦，你啊像你啊燕陽係冇寫上去嚇，所以係19兩種嘅柑啊，真緊係非常非常嘅多嚇。不過我喺寫下嚟強調呢個鄉親係專業生產區嘛嚇，你安島嘅品種嚇，哪隻品種係最老嘅品種？佢係哪隻品種係最新嘅品種啊？你嚟睇過來，該推檔安島柑啊，哪隻品種最老？海梨柑老銅柑最老誒。種幾多年？你講啉差唔多種幾多年？該可能排有40-50年以上嘅啦。40年你做生意嘅時間是有。我做生意嘅時間是有咧。哦，好，搶錯，好。哪種嘅柑係最難接機？嚇，前冇容易留到接得上嘅，韓國佢最難照顧係哪種？你嚟睇過，來。你完全係靠技術搭上強樣嘅接法。哦，技術好，唔讓佢難接是錯咧。係完全係靠技術。好。咁哪種柑啊最嬌細、最難照顧？苗栗柑。苗栗柑啊？係。有乜嘢最難照顧？種唔到機嘅，咁因為嗬，天時嘅關係。哦。一下落水，佢專門必睇啫。好。也冇落水，佢唔會睇。所以講，也落水嘅時，從呢食東西食超過多量。哦。專門必睇啫嘅。所以農民對呢一群咯，也當很無奈啦。當無奈嚇，好，希望你可以睇過嚇。好，今年新種人嘅柑啊嚇，太散啦嚇，睇下你看到無論係銅柑啦、海梨柑啦等等啦嚇，比往年嘅增加10%以上，1成以上，所以咧，變講你啊產量就下多啦嚇。唔單止係你新種嘅柑啊，就產量就增加。以上嚇，其實銅柑係全台灣最多嘅。你看到今年新種人銅柑佢差唔多產量超過4萬噸啦嚇。其實全台灣來講哈，常年的這個銅柑的這個生產面積大概是3169公頃，那今年比較少了20公頃。但是雖然講今年全台灣種銅柑嘅面積係少20公頃，不過佢嘅產量增加了5000公噸。所以講，今年唔單止係新種嘅柑啊變多，全台灣嘅柑啊也變多。所以柑嘅安島日後呢，當然可能是嚇你
你驾驶咩安好啦吼，到底你市场上嘅驾驶形容版去卖到好也唔好吼，係咪消費者吃了是笑呵呵啦，因為價錢下便宜嘛，安好嘅感覺就係用下便宜駕駛賣到係咪當歡喜呢？咁農民又有乜嘅心情呢？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來，橘子好吃哦，來看看，來，哎，這好吃啊！水果攤的頭前，蘇婆婆妹上這嘅啲嘅托價咩20塊，20年，35塊。眾多櫃台拖嘢，你唔咩開利，社會員國嘅做買嘢多，上一道蘇婆婆妹去買，難怪水果攤的嘢頭價咩高，今年嘅價咩唔但止便宜，價是還比往年還較大。今年價是當大嘅，我都買當少超過20塊。農民來買到市場來哈，差唔多25塊左右哈，都300元，其實將有可能賺到錢。你看我哋買19，像今日買了好些隻條啊，13萬元，其實根本是差唔多做工錢添啦。你講我賺錢冇可能嘅事情。叫我冇窮裝啦。那10片，設計來到出咁嘅現場。就算南部正係碰感前下嘅生氣，唔過啲我們也見高熱兩個8年方面內，主要係種碰感含過通感，一係嘅當然就會一坨碰感送去賣。碰感峨眉箱還算一點多，今年是準備6000斤啊，200多箱，總共今年嘅收成哈，差唔多會9萬斤，今年都豐收了，尤其中南部那邊都 double。它往常是4萬斤的變8萬斤，所以說那個產量失衡變太多了，所以價格在。就幫橘子洗澡，洗得亮亮的。同一粒一粒掙扎啊，都會開嚟，本季準備愛種上出貨。工農講今年嘅價咩產量多，影響到家私。就算安尼，沒有價格買得位來補工錢。你啊平均價你啊有差唔多，一講啊樣有20人口啦。你啊開利哦，你按多嘢嗬市場有飽和到嗬，所以希望大家來幫忙農民，冇啲農民一下是受難的。就為講嘢呢，農民每場大家愛多支持，用你們開利亞條亞世界太出的價咩，後邊亞條高農高起的紅葉。好，睇下樣片啲都看到講今年咁樣提出啥價值唔同，因為今年咁樣會提出呢，主要係去年啦，風菜下少。因講農民係看天吃飯哈，農民看天吃飯，結果去年颱風少，算是風調雨順，豐收也成災，這個寒害也成災，颱風也成災。咁講風調雨順，颱風數。假使唔好，農民也要承受這樣的辛苦嘛哈，所以主要係去年風菜少，9月到10月那個咁樣分播的時候哈，佢冇水嘛，所以水分下少，所以今年嘅咁樣大地葉頭下細，咁個產量就增加啦哈。真緊很難買嘛，好，像呢個泰國哪講，了解泰國係嗎？好，你哪講下，做乜嘅今年嘅咁樣很難買，因為難處都來到，這個真緊買冇貢獻係嘛？係。那一仔差咗就5到320斤啊！我帶車唔係，像我那隔壁的，他帶車來，才賣掉300塊，他住下的拿回去抓，又有那個耍藥耍過，你送人吃藥不要，他就拿回去倒掉啊！哦，不然那這怎麼辦？好，就是這樣很多問題啦。買冇貢獻啦，哈，好，那個大哥，我了解係啊，好了解係。今年感冒因為哈颱風收嚟時咯，也冇外銷，冇乜東西啊。冇外銷。冇外銷，但是咧今年咧咁太害啲感冒，也咁冇太嚴重啦。像那個有隻同事哦，在全國見到人咁多40人見定啦，咁中外銷全部要在咗你做啲泰國講嘅就全部送一些冇是多啲啦，冇法做外銷啊。冇法同外銷，所以因為外銷可能係有辦法是超咧。好，台灣銷唔睇眼到，可能銷外國去嘛。好，了解泰國意見，好，還有哪個泰國意見呢？好了解。我認為啊，你係家母啊，也未超量啦。也未講乜嘅，第一要按照好嘅產品啊，冇外銷啊。
因為台灣變咗要100扎，叫200扎嘅，要200扎咁啊，超量啊！超量。嘿。所以它的外銷是超量。一扎是冇外銷，還要啊，外國嘅水果嚇，進口很多啊。哦。我睇過講係超量也咩超量啊？即家人為嘅嗰種係。海里柑啊，本來我相信海里柑唔止要50年啊，100年嚟歷史嘅呀。哦。漂白海里柑加水環境小南浦加咁長，你下海里柑有冇呢？要差唔多6分7分，因此嘅用係大約個吹風有冇有？吹落去。吹風。嘿，即家農民係人為即家咁樣係，蠻好食。但是我像個長假係嗎？係，我呢度人去出門啊，去賣場賣東西，係咪吃食？呢條話好少人賣啊。所以吹風嘅柑好食係嗎？你大家農民即家啲啊。好。當到你講啉嘅種柑啊，種新10年頭那麼拍嘅睇過哪講，其實風數僅僅係2檔多，就應講唔係2檔多，係某種外銷嚇。所以我問你總幹事，喏，講啉有總幹事，你講啉嘅海里柑經驗，從人嘅從先啦，人嘅從的與人政府開會嘛嚇，是講大家3小班嘅柑啊就。台3量出來嘛，所以賣唔出去，縣政府因應會議，你都有想講外銷係一條出路麼？但呢度嘅開會時間，人政府呢邊就要提出因為提議麼？係。有關海里柑嘅外銷哈，你下目前呢係銷台柑，嚇台柑嘅去銷到新加坡啦、香港。你睇下台灣嘅水里柑。台灣嘅，因為台灣嘅嚇，佢賣過去嗰邊係唔係拿來食，佢係擺新容啊。好，很多大吉大利，哈，漢語講食只係鮮果嘅食嚟，哈，因為睇話大家看到綠人嗰啲，哈，該海里柑都要大入啊，海里柑伊係外銷再到去，最起碼要1禮拜，入要 Q 睇咧，入啊，走睇咧，哈，所以海里柑咧，台體呢是當嗰啲本島呢。本島大家應講鮮食啦，係食氣嘅啦，所以市場定位你講啉向認為講台灣嘅係外銷，唔過係擺新嘅，唔係拿來食；西側嘅係內銷市場。好，我問一下我們這個農業處這邊就講，你對新竹嘅柑啊定位就是內銷市場嗎？外銷當到嘅農民都希望那個外銷，你們怎麼看外銷這一塊？人政府有以思考嗎？嘿。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很大的這個柑橘的生產的國家。那目前來講，其實全台灣的橘子大概還是以地產地銷為主。那海梨柑它當然有先天上的這些不是這麼適合外銷的這個條件，所以一般來講，大概都沒有再去做外銷這個布局。分署長，我知道，其實，在民國88年的時候，當時候農委會就為了因應台灣即將加入 WTO， 已經成立所謂的台灣柑橘產業策略聯盟，對不對？好，那91年呢，我們加入了 WTO， 我們也馬上就成立了柑橘產業資訊專網。好，事實上，我們看到的問題也開始去做了。這10多年下來，這個問題好像沒有因為我們的高瞻遠矚的遠見而得到有效的解決。問題出在哪裡？目前是這樣子啦哈，那主要是由農會啊，包括我們在台中的部分，包括一些東勢、石岡、豐原這些農會都有在持續做一些外銷。那合作社場是我們的一個外銷柑橘外銷的一個主力的一個營運主體。好，謝謝。其實全台灣哈。你要就柑仔色的地方哈，全部就種柑仔，是呀，基隆、屏東、屏東某種柑仔。委員，全台灣只有屏東跟基隆沒有在種柑仔而已，都有種。那你看，統柑第1名當然是新竹嘛哈，椪柑第1名是嘉義。
当全台湾都在种柑种这么多的时候，所以这个想要滞销，或者说因为这个丰收而造成价格下跌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新竹县才有。那我们的柑橘车类联盟呢，这么早就成立，可是现在已经停止运作。您觉得委员，我们在中央部分可以为全台湾这么广大的柑橘产区，有没有一些比较上位的想法或法规可以来做的？请委员回答。简单讲啊，分作两方面嘛。第一係個產區的問題，就是產的問題，就是說你要怎麼控制那個產量，還有品種。大家剛剛也看到了哈，其實是有的品種是不夠的，比如說砂糖橘，生產量可能還不夠消費市場，但是海梨柑、桶柑就產量過剩了，這市場已經飽和了，所以是產是一個問題嘛。就是說比較存在比較久的舊的品種，它的市場已經漸趨飽和，新的品種，消費者真的是喜新厭舊哈，所以他新鮮的東西是好哦。所以砂糖柑，不過哎呀就近期才種砂糖柑哈，它在市場一斤60塊賣價的時候，哎呦砂糖柑暗好傳，夾夾咧接砂糖柑，等佢砂糖柑接好咗賣時節就見40塊咧，幅度唔差，所以你行用個山哦，睇過講唔係。咱接的問題，技術又好又難，嘛個柑是種得出來，但是呢，要看到假實。你下假實到30年前差唔多，柑係真緊呢，總官司。你係假實吼，到30年前係講種價錢來比啊吼，係超過嘅價錢好好。你下摘柑嘅貢獻吼，下位做嘅人係2000嘅人，這就貢獻麼呢？所以會變到怎麼貢獻呐？怎麼貢獻？冇走就做唔得。平倉嚟講，差唔多係1500元啦，哈。所以睇睇呢，是啦到勞農節價摘啦，節價摘加柑摘是錯。錯。好，然後物料肥培管理哦，咁當適配係麼？啲啊，我哋講所有嘅植物是強人啦，哈。適當時候適量。是到嘟好時候，冇是強包，是狗包。不用強到哈，幾時唔去流失體，等於浪費。那樣嚟算體。對。咁講，我哋呢行，我哋嘅柑農全部是有機肥啦，有機配，係。賣價冇變，連配料是稀價嘅吼。好，你下3樣，全台灣種嘅。地方當多，種類當多啦，韓國本土啦進口消費者嘅限制也變多咧哈。像都講到進口嘅部分，睇下應講，係啊，我哋個進口很多啊，尤其是台灣加入 WTO 之後，台灣東西賣出去，你咪接受便宜東西就賣落來啊哈。好，你睇下錯邊去超市啦哈，做當簡單時裝挑查，你睇3隻柑啊、蜜柑、醋酸、韓國過來，按3隻來賣。55元，你6隻柑啊，醋酸醋哈拿球，澳洲過來賣88元。好，呢一台呢係你台灣本身嘅海梨柑，7隻賣78元，一隻差唔多賣11塊啦哈。呢係桶柑，8隻賣85元，一隻差唔多也10塊。呢一台海梨柑漢比呢澳洲來的還便宜啦哈，所以。那僅僅是一個動態挑戰哈，我想問一下我們的分署長，就是說，我們怎麼看這樣的價差呢？加入 WTO 之後，當然在我們的這些 WTO 會員國裡面，都可以把這些農產品做一個進口到台灣。相對的，台灣也可以出口到這些我們的會員國裡面去。所以剛剛有提到這個品質的部分，我覺得在品質上面，台灣的柑橘類絕對不會輸給這些進口的這些柑橘類的部分。但有一點必須要再加強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你要出口，一定要跟國際的一些相關的規範做一個連結。譬如說相關的這些農藥的一些檢驗的一個部分，還有相關的一個品質規格的部分。所以我想在這個外銷的一個部分，可以除了價格之外，我們應該是以品質來做一個取勝。
那品质取胜。对，那品质的部分，除了我们的着重的这些目前的食安的议题，不是只有台湾的消费者注重，全世界所有消费者都非常的注重。所以我们要外销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外销国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些农药的一个残留规定，相关的一个规格。那我们在台湾这边做好相关的一个分级，分级好了之后。好的一个品质，有好的这一些安全的一个挂保证，我想在很多世界各国都有华人市场，都会是非常喜欢我们台湾的这一些柑橘类。好，我讲一只例儿来讲啦，唔是听人家本来客家种，台中的石港，佢种咁样嘅面积让250公顷，小儿科呢。江林可能嘅面积比较大，不过石港嘅柑啊，佢当清楚，俺面积冇大，我走小而美的精致市场，佢12年前是开始做外销，佢专门做新加坡、马来西亚来到花烟嘅市场、高烟高阶送礼嘅市场，佢安做下来之后呢，佢係完全农费出销嘅哦。农会直销，所以你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绝对是品质保证。既然卖出去之后，做了10年好了之后呢，既然系全台湾最早得到食品农产食品双认证一只系你讲的食品安全认证包装厂 ISO 22000一只系全球优良农业规范 Global Gap， 用去国际送引进。我想问一下我们分署长，这2个认证在国际上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要做外销，这2个认证是不是一定是要具备的？是，尤其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Global Gap 这一部分，等于是全世界对于这个农产品、农作物，它从生产、管理到后续的那个包装的部分，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ISO 22000的部分，它是全世界认同的一个标章。只要取得这2个标章，等同是有第三方。来帮我们农产品做一个把关跟验证，也就是相对跟消费者全球的消费者讲说，有通过 Global Gap 或 ISO 2000的这些农产品，已经符合相关的这些规范。所以我们如果要外销，势必要取得这些相关的一个规定，这样子等于是有一个共通的一个世界语言。共通的一个我们的所谓的就好像你英文考过这个多益就对了，是多益900分的意思就对了。好，我印象我们新竹县农业处，石冈乡农会一个乡的农会，他们12年前就看到这件事情，那他们也在105年的12月得到国际双认证。那这个双认证事实上是他国际的这个。外销的贸易厂商告诉他说：“你石冈的柑仔要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跟其他的柑仔在国际上竞争，你就是要这个认证。所以石冈乡比其他的产地，台湾其他产地早一步得到这个资讯，他早一步做这样的环境准备，他因此做到这个部分，他的外销可以持续的做下去。新竹县政府怎么因应？”广大乡亲想要外销这个部分，但是现在我们看得起来，这个双认证恐怕不是农民单一一个个体可以做得到，需要县府政策带领。好的。那有关外销的这个部分哦，其实我们下乡也有听到农民偶有这样子的期盼啦。那主要我想我们还是要克服品质的问题。品质。那品质的部分，像譬如说琼林来讲，琼林的这个吉约普产销班、柑橘产销班有9个。但目前来讲，我是都可以溯源吗？都有生产履历吗？对，像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就要来积极。像去年我们就做了一般的这个采销履历的辅导。那当然，相关的挑战还是有的，因为农民真的年纪都比较大。那产销履历要把所有的生产的过程，包括它施肥、用药，对，什么时候去管理，都要上电脑去作业，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个产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可是农粮署这边也有很大的资源可以辅导，譬如说像吉原埔要接轨产销履历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说，农友跟我们农民，这个农会啊多多配合，是不是一个班我们做1、2个，好，或者是说集团验证这个部分，多多来做跟国际接轨，至少产销履历要拿到，之后我们再来讲国际接轨，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规划。大概我们是想说，目前的部分是赶快把我们的农民这个生产的水准跟水平可以接上来。谢谢。好，
爱卖到国际，所以有国际同行的技术人哪都能做得。啊，像当然啦哈，大家重要动落力都散漫，还有意见吗？你看出来发表好吗？我深深体验到，回来30年的经营，以前的工钱，男工是1200块，女工是600块。现在女工1300，男工1700。哈。价格价格是以前40斤的话1200块，现在卖到多少？比去年的价格差1倍。去年600块，今年只有350块、400块啊。所以真紧成本增加，卖价没变动。上等品的话还可以啦，一般要弄到像那个。陈先生那种橘子的话，很少了。要讲上等品台体讲几多？要讲大宗的话，哈，都是现在的价位，市场上的价位哈。一斤3A6的话350，2A6 200块。到算一算我们工钱的话，我哪来算？已经出去了500。已经出去了500多箱啊！现在就是说，勉强栽的话就打平过了。肥料钱、农药钱、人工，现在就是价格不会好。好，感谢那个班长，还有那个抬高。你如果说卖不到价钱，相对的你要用心施肥方面啊。管理方面的话，配料让耐用的管理是从栽培管理做好来。你变成是说，我如果说赚不到钱，你要我花钱，你要我老命啊，不划算嘛，对不对？这个是相对的恶性循环啦。我觉得是说，你现在要从事这个要有前途的话，你自己要用心去，要有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种。太勤的去做事出来了。对，那你看我们之前我们台湾省哈海梨柑是全省有名的，十几年前我记得在 NDIC 人农会啊，该反而来哈，99滚两烟，价钱也是很好。到后来为什么现在慢慢没落？你就是卖不到钱嘛。相对的，你施肥，大家含好是海梨柑是同甘的，系吗？干果啊，因为其他的品种挺多嘞。它的不是品种多，它的干果品质的问题。品质的问题。像我们从你敲槟榔啊，你敲到某几倍烟都在敲啊。泡的啊。对，那个我们的泥土，你种植，你没有补充它的微量元素，它的有机质。下摆你会歇困一下哈。对，那你久的话，变成是说产生干果，气候也有差啦。在我的经验里面哈，施肥管理非常重要。好，希望了解太高，谢谢。好，谢谢。先来看一段新闻样片，其实你奖励农会也做当多的事情哦，来吹销啦海梨柑。不过，其实用乜嘅方式呢？来看一下。来，要报了。蹦一场后卫。同家嘅海梨中嘅麦芽糖水煮到135度滚過後，同綁好米腸夾拉嘅拉米圓、青米、同其菇片，行過切做一堆嘅，有傳統又有創新嘅，咁嘅綁米腸就做好味。弄出來嘅海梨啊，可能當蔗啊，跟農民要到嘅係可能做啲小脆魚嘛，係嘛？海梨太硬乾嘛，應該係太硬乾嘛，冇是該滯銷嘅嗰啲海梨啊，我就是想，農會可能是那個拿到起來，是可是那個做成果醬啊，還蠻多走動都爆了，因為這樣子才能夠把那個海梨消化掉。一粒嘅海梨經過一條家政辦媽媽嘅處理，對皮到肉都色的，如果將海梨酥含有創新嘅甘味水版嘅。精緻的擺盤看起來特別搶眼。農林農會唔但將研發甘味嘅食品，還結合嘅生技公司，
用甘美嘅提示研发出以下种嘅保养品，来提升家附加价值。橘子里面它大概是有170多种的化学成分，但是有大概60种的黄酮类。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就是希望不要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添加在我们的单果的保养品里面。对，所以我们克服了，大概历经2年的时间。其实除了工业，海中沙港咩要沙企文化协会研发的甘美嘅加工品，希望大鹏安内来提升价值。他指导很多这些产销班啊，干农的产销班，那我们跟他配合。你如果有盛产或者滞销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我技术转移给你，你们自己都可以自产自销。面对甘美太出的时期，大家都共用，希望从危机变做转机，来创造农村的新事业。哦，新分享片底袂拄又水班啊，又个甘美的爆米仓啊，哈，米仓啦，哈。问下你总干事，因用做些小体几多姐卖唔出去的甘美？安尼啦吼，表示讲你做甘美嘅加工品哈，提高佢嘅附加价值哈，因为你下产量好多，因此老咧媒体就对你减少市面上嘅粮食出来啦哈，所以你家进班的妈妈们啦哈，就挺有创新啦哈，做水班的啦，海梨酥啦，哈，柑橘爆米香啊哈，当多的产品然后都出来，你也是系适来哈，都是也就高诶。保养品哈，外敷内用全下对，哈，很像呢柑橘嘅胶原蛋白，那都美就生产。果胶。对哈，韩国呢柑橘嘅酵素，蔬果酵素哈，你对我哋全部啦咁么希望讲市面上嘅咁么量，那去减少睇两年。减少睇去，好。其实江林农会啊，强业者啦，甚至业者合作，发了2年时间来开发出9种的保养品啊，可能又高诶，又刀诶，然后就嗰種試到都市都以為酵素哦，其實也冇唔係簡單，花2年時間，可能睇下改小事，後來就做天時地利行出來哈，然後就講2年的時間，乾果的保養品，你都有用辦法克服哪啲困難？那在这里呢，很高兴跟各位介绍我们琼林那个柑橘类研发的品牌，叫做丹果，所以客家话叫做灯光。灯光，对，一基本上的是有灯灯光。对，我们跟总干事达成的协议就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人敏感，我不希望他敏感，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不要防腐剂。我们要克服的就是不要防腐剂。第二个。不要有防腐剂，我们就可以100%的让很多的那种成分、有效成分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自然吸收而不过敏。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柑橘类它其实有很丰富的一些黄酮类，那黄酮类就是左旋维他命 C。左旋维他命 C 对，它的美白对它的美白效果很好，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晒太阳啊，然后容易过敏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那个灯光的面膜，对，可以敷2、3天都可以敷一次，可以达到保湿，而且可以让你容光焕发，而且可以美白。科长，您觉得说，其实像琼林乡农会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县内其他的农会来学习？那就是甚至说，县府农业处可以在政策上或是资源上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协助？没有？那我想在柑橘产业的带动上，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有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原料来源。是。好，所以其实农友才是我们的。这个最根本、最要顾的好伙伴，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说，农会在借着这个多元化产品的开发之外，我们县政府也希望说，在比较有限的资源，也可以帮忙他们，譬如说像包装改进，譬如说我们也可以研发新一代比较年轻化的包装，好，譬如说像 Seven 这边有很多那种单包装的，对，比较具吸引性的，我想未来也会跟农会来。
跟学校单位来配合，多设计一些比较吸引人的，怎么样把老品牌包装出去？我想这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挑战。请教我们的这个分署长，就是说，事实上农业的产销的这种节庆式活动，它的效益已经慢慢的递减当中，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做法出来？就是说，怎么样？不只是要把这个民众带到这个生产地来，他也要从这里面去得到一些感动，而这种感动可以化为实际的行动。那行销的这个方式，刚刚也提到过，从生产面开始，农民这一部分就要开始注重。那所以其实农粮署有很多的产业辅导计划，都可以来协助我们产销班或者农民团体这边，来共同把生产端，譬如说刚刚提到的产销履历的部分，我们验证单位可以补到2/3的一个费用，甚至于你可以雇人来做一些登录的动作，这些都有。这分署长，我就是要问。你看我们这边这一排大哥，经验都很好，头发都白了。他种了40年、50年，可是他对电脑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忙他？有，我们可以让他们产销班可以聘请，可以请人来做登录，是没有错。薪水你们出，我们出验证费用出2/3，聘雇的人我们依照他的面积，我们来依比例来给予相关的一个支付。那刚刚也提到行销端的部分，学校的校园午餐。有很多小朋友，我们都在推所谓生鲜蔬果4张1Q 的部分，有4张1Q 的这一些生鲜蔬果，我们第一优先进到我们的学校校园。那4张1Q 包括我们的有机履历、产销履历，刚刚提到过CAS 的部分，那还有集园谱2.0跟 QR Code， 只要有4个标章1Q 的这一个取得的这些个别农民也好，或者是产销班队农民团体也好，我们优先可以来协助团膳业者来跟这一些采购，那直接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校园午餐，让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我们当季又是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生鲜的一个水果。那另外就是说，刚刚也提到过，也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包括休闲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消费者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产地来，那也可以透过一些轻旅行也好，或者是一些休闲农业的一些旅游活动，让消费者可以亲身感受到我们在新竹琼林这边一些桶柑啊、一些海蛎柑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做法。有时候消费者只讲说，哎，这个是有机，这个是履历，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透过这些行销旅游的一个农业旅游的一个方式，让消费者可以到现地来做一个感动的一个体验。好，干嘛其实是动好的，这个可以去除油污的，然后我买东西的哈，但是呢，这种橘油系列的这种清洁用品，可以做成液态的，可以做成粉状的。好，那这里说。走在洗碗，然后走在洗衫，这么多宁愿拿去再去倒掉的生产过程的柑橘，难道不能够收回来到农化厂里面去生产橘油？我们可以做橘油的这种清洁用品，甚至可以在我们的农会直接上架，可以把整个产季使用期间拉长，消费者更扩大，不只是鲜食市场。这个部分农化厂有没有可能做得到？那农粮署在这部分可以使得上力吗？农产品的一个生产，除了生鲜市场之外，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部分是应该来做一些加工加值的一个利用。那刚刚主持人还有我们琼林农会这边也做得非常的好，加工产品不只是外敷。内服、外敷都可以用得到，那甚至于我们很多的清洁剂都是石化产品，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有一些过敏的并不是很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这个清洁剂的一个产制来讲，我觉得是对于整体的一个环境上也好，对于我们的使用者、消费者这个皮肤上面来讲也非常的适合。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有没有一些农化厂或者是一些工厂可以来做这一方面的一个作为了哈？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协助一些刚刚所提到过的，大家共同一起来做一些合作，可能可以跟由农会或者是一些农民团体。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工厂，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生技厂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合作。那如果有需要协助的地方，我想在研发的部分，或者是说在这个产品上面的一些协助上面，农粮署政府单位是可以来做协助。那至于在整个加工制成的研发以及它的制造，那可以
采这种策略联盟的一个方式，来跟这个业者加工业者这边来做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合作，共同把这个产品把它开发出来。你系认过来的只有机的，甘么老炒米夹强下，用去20包会卖279元。你用去你酸甘茶，睇下该新闻两片看到吼，会做9蒸9晒，9蒸9晒做到用去。我买的时间了将近半年嘞，你下平均5年、13年的时间嘞，我买的时间一只200 K， 阿妹爱，用去。青菜老老，用去279 K， 你系9蒸9晒，还来切解到中药材啦，乜个炒米啦进去，其实用更简单的方式，塑胶封膜包起来，用去一张200 K， 所以我们确实看到在说故事跟这个定价的这部分，是农民朋友是需要提升。那县府农粮科这边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就是说，其实。把茶跟水果加在一起，我们客家的老祖先早就有这种智慧了，而且这种酸甘茶口味非常非常好，很解渴，甚至也有消脂的作用。可是卖价上面，在说故事行销上面，差异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县府这边可以有什么样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好的，谢谢主持人。有关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值的部分，像酸甘茶、9蒸9晒，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可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培养出真正的消费者。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大家把酸甘茶拿回去就是闻香而已。应该是要带着消费者，带着小朋友下到乡下去，跟着做什么叫9蒸9晒。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跟农会一起长期在推动的所谓食农教育啊，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不管是透过农村再生的社区的活动也好，或者是家政班妈妈的活动，或者是跟学校合作的食农教育，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一点一滴，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不然其实小朋友你跟他讲什么是酸甘茶，他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甚至怎么吃他都不会，可能要拿一个。这个铁锤把它打碎，然后再煮。那可是这个过程是需要教育的啦。总干事虽然连皮你强啉出来了哈，不过偏偏系农民啦哈，一张买200 K， 你是会认同吗？唔买，唔买哦。刚刚要问你啦，刚刚日报按旁台20包买279元要过分吗？其實啦，冇算過分啦，冇算過分，因為你係用計價啊，200元，你拿切好來包裝嘅時節，我相信該唔止包20包嘅，不止。哈，韓國呢講酸甘茶，我加進辦啦哈，前幾年是開始就可以辦到嚟做咧。好，你一個酸甘茶，因為要攞叉米，還要夾到中藥，係，所以呢。法湯茶，嚇，或者颱風草咧都要話，對，做得預防感冒係非常好嘅。家下呢，汪科長講嘅當好，因為消費者唔知好用，你一樣係重點，你做到個病人。跟农夫们搞人的民众来讲，其实浪漫台三线，你规只街道底边都人过啊，如果用去老祖先噶，睇完真紧冻伤强啦，烟感啦、芋头感啦、蒜感啦，吼，心得嚟来讲下枸杞咧，那来做呢种茶，其实真紧系客家老祖先的智慧，应该好好来利用啦，哈。错。好。那最后，我想委员今天整场讨论下来，您觉得说？信州嘿柑橘之乡啊，怎么样才能够不辜负这个柑橘之乡美名，然后农民也能够从这个从甘地北都看到希望。今年产量特别多了，很多哦，所以大概从几个面向啊，短期之内，当然我们要尽力的去帮忙农民做促销。那我们跟县政府跟农会这边都有一些方案哦，正在做，包括国防部、矫正署哦。他们是不是来短期之内大量采购我们的这个让阿兵哥啊，让受刑人能够多吃这个本产的新鲜的柑橘。但是这个是短期的这个促销方法，救急而已啦。哈，长期来讲还是可以分成2个面向，就是说你的这个产类的这个品种啊要如何均衡，符合市场的需求。
就是说市场对哪一种砂糖橘、海梨柑、桶柑，它们那个需求量各自有不同嘛。除了固守旧的品种，新品种的开发也要开发新品种哈。然后现在大概只能说，在一个这个柑橘园里面其实是多品种的管理，很难说你好几公顷只种一个品种，那个在销售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它要短期之内把它销完。好，那你的品种只有一种，这是很困难的。农产品的履历还有它的验证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对。那但是这一部分我们科长刚刚有讲到现在的我们的柑橘的这些农民年纪偏大，是，所以要辅导青农回乡这也很重要。对，因为才有办法配套。青农才是一个个的小太阳，就对了。是，他才有办法配合这个现代化的管理。包括技术上，包括验证上，包括这个管理上的这种新的技术提升是一定要青农加入才有办法。所以这方面恐怕也是将来我们动处要的工作啦。好，徐梦，好，谢谢我们的林委员的发言。看看配音想七家记得柑仔做咧卖到因台湾来3张卖55万元，台湾的柑仔当然就条件就自己就个品质做卖到外国去，不过相关的认证嘅工作系那个不但只系讲农民朋友来配合做一种生产履历、溯源登记等等，农政单位其实盘认当重要的引领政策引领，还有配套措施支持这个部分哈。我想你系大家人过来做嘅，当然你嘅消费来买，直接来买係最直接嘅基礎啦，哈！我想今日村民台會感謝大家嘅參加，下個禮拜請繼續收聽村民台會，希望大家，希望，謝謝。